大家好，我是龚成勇。我嘅第一种客家专辑在7月份会发行，这下开始念签嘞。要请大家在这段时间批点我强下完成这种专辑。这种专辑按照深度，我高中毕业离开苗栗到台南读书，在台南艺术大学学习音乐。上无卡嘅时间，想要用客家话写歌嘅，不过唔会讲嘞。我开始逐礼拜打天话同阿婆打水鼓，慢慢让客家话念转来。在歌唱当中，唔但强让客家话念转来，未同无卡人嘅感情变好。很较重要系，我熟悉自家嘅语言，熟悉自家嘅文化，对自家有自信。我知我系哪位来嘅，我是哪位。有一摆我看到我阿太重新过嘅样片，我知讲原来我学唱歌系天生嘅。虽然我冇机会通去学到，因为我很少记住歌声嘅。这条路为了语言、客家文化、音乐念转来、深转来嘅歌唱，其实很会行动久。不过我开始咧，这是一条出发嘅路，未系全部嘅路。听错，会渐行渐远，越行越正。从2021开始做客家音乐，我选的8条歌嘅用到这种专辑，自家做制作人，可能做到冇当好，不过这歌唱当中我学到当多，同线上朋友、同学合作，有困难，没有生气嘅地方。希望这种专辑做得顺利，同大家见面。再过一摆，又请大家支持，什么大家按指示。